四大美人当中的西施，大家非常熟悉，你可以称得四大美人之首第一。那么为啥讲你第一呢？因为你个言文定则称粹周国年间，而且西施了唯一一个第一。啥个第一嘛？有人讲西施是中国历史上向第一个女间谍，抛弃了自家的故土，抛弃了心爱之神，为了自家的国家奉献了你美丽的青春。所以现在啊，我是你的时光倒转到2000多年门前的月国，那后西施也了让千几里的新郎人范蠡。是姑娘，真个是我热死亚想的范蠡，也是真个假？眼睛眯着眼睛，仔细一看，实在是我热死亚想的范蠡，恨不得奔过去，拿那范蠡紧紧相拥。但难为情的呀，眼睛立起身，弄半个手来里向一把，又非地府一光一粒了。移光是西施的县名，西施本姓施，因为你屋里住了石路西村，搿张面孔生得实在漂亮，有情分明，所以大家才叫你西施。现在范蠡对西施一看3年不见了，甚至是讲妩媚动人，可以讲一场倾国倾城。有人讲多吃之罪，一个人会得罪；那多看西施一眼了，还会得罪。姑娘一向可汗，不汗。这个3年来，非但天天辣辣想你呢，而且天天回来辣辣担心。听说你不了后国父老，大大姑苏去当奴隶，你叫我那哈不担心哦。我与心是
真绝顶聪明，寿加深矣。3年当中，的确我谁知不杀苦，但是一个大丈夫吃点苦怕啥？这个3年当中，我所受的屈辱，乃不是亲身经历，乃难体会得到。姑娘，真是一言难尽呐。后月相赠，收拾去。8年为人终不许，封侯乃向世代谁？大周江山神八角，军人百困对面谁？保全国家富而出，迎人值得委屈去。啥个叫迎人？迎人谁是对啊？3年前，后一江山一座越军大败，不料虎王偷偷包围了让关髻山，眼看是要亡国。为是当时大夫文忠用宋金贿赂了后国他在8批，说服虎王夫差接受对抗，越国得以保全。到后来，越王关髻夫作为人质阿夫后国，我心愿一同前往。我要得越王同甘共苦，分忧家仇。泪得青山在，岂为家乡愁？相随君王同王后，国做马女，与妻妻风岁岁，此生下人之难受，身若土，身不易收，把那富贵保住，欧上山心嫩嫩对，苦熬3年归故土，叫人真不恨于，叫人真不恨于。听你回里讲，这个3年过的是非人的生活，虽是心里想非常难过，不过谢天谢地，现在总算脱些回转来着。可怜的神人身体十分伤感，那么这个让我讲点夸我的事体拨你听听。要为大夫姑娘，你可曾记得3年之前，你我在此初次相遇吗？哪不记得？3年门前谁是啷该打的？啥也期盼我等你以后相逢。哎，
接受回答3年问题的情景，范蠡只觉得精神为之一振，心里想涌出一股甜甜的热泪。姑娘啊！此人此间难忘却，冰水相逢一起对。我是一朵芳容，君前世。你是英姿勃勃似风雷，斗梦少女心相许。君子翩翩皆好酒，皆好酒。能与三生言，莫非是是谁？从此无离别，永世几柔美。生生生死死到不断。从今往后，你我生死相依，永不分离。乃西施在看一片真人，范蠡只觉得心里向既感动也难过。他是我拿今朝来的目的，告诉乃西施，只怕你要说服了。你单位就不够人互动于中，搿是计划好。你现在，你将我哪讲法呢？范蠡长叹一声：“姑娘。”想我范蠡与姑娘永结百年之好，乃是我梦寐以求之缘也。但是而今国家正在危急存亡之际，我身为越国上大夫，与蒙越王知遇之恩，复国报随责父旁的封唐道后，非死不知。我身为越国上大夫，与蒙越王知遇之恩，复国报随责父旁的封唐道后，非死不知。我怎能以死我公啊？三用破碎金玉缺，刻骨难忘家国仇。我心上代代是实，我要清水三军通必须，直到固守真的局。但是要当把后国，太好容易。后王夫差现在年轻一位，用心勃勃，为相国欧之喜竭力辅助。那个当把后国，必须消磨那个对峙，迷惑那个心智，让你神秘的让醉色之中，再到了让温柔乡里。所以我到大夫文中定下了复国之计7条，第1条，谁是美人计军人？设下美人计，迷惑王腾殿居，方便谁出新美色，
个情人没吃酸。你他罢了不成？乃至王阿福会想到，这个美人计的主角，谁是乃西施？姑娘我思两句可心断，没内容才把恩情断。我只得请大师楼来当面就讲你。深入不容身大事，不把国人是不许。费力士都给他面孔涨红，一躬到底，为王姑娘神秀。西施听到给打，我是心体一个霹雳。傻卡，你也弄富国百瑞的计划寄托了我西施身上，微分想到自家的一片痴情，并非我的那份里一片深情，还就是三门黑市把你带了谁是哥哥。我心目当中的丈夫，我心目中的英雄，今日为此国家的大人，愿意献出自家的最爱。对，你是越国的上大夫，你是顶天立地的奇女子，但是你也晓得，我西施只不过是个女儿家。这份深爱的心结，你将我拿搁得的上手去，没泪给上来，泪盈眉。仅仅是因为那费力的父亲，因为西施晓得我离开那费力，将再也没一个人能够走进我西施的口心啊！想西施啊西施，你好不神奇的娘里去我是你个大爷。为啥？因为我爱费力，我应该为你做出牺牲。我爱费力，我愿意为你做出牺牲。不过对你妈妈，此去后滚，不晓得后年后月再能见到那费力。想到该打。西施的眼里，
哪怕穷哦。可惜是眼里后来不住声来再之几步，晓得来答应着。但是搿个辰光，范蠡个心里真是心事道绝。姑娘，我与你灵犀一点在心头，待等到烧饼后国功成时，不上水为下，天呀，苍天呐！想我为你，为了复国保罪，圣贤大人，怎得将我心爱之人却陷于我啊！待等大功告成之时，我定如千刀的念及他为仇沟通。我为你今生失却谁事，终身不娶，放天地命那见。姑娘，待等你我送逢此时，再与一光一不断。是个整个一日个一日，恐怕我的那个头发已经八个字。后日再叙叙，后世再叙叙。今朝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，再会。